全民台语圣经协会是去年11月正式成立的。协会今日会当推出第一本的圣经，新约附诗篇箴言，我想是一个真应该欢喜的代志。台湾教会一直用的圣经是巴基勒牧师所翻译的。伊的新约圣经是1916年出版，那已经经过要100年。迄中间语言有变迁，教会内外的用语也有小可无共款的，所以伫即个时有来这个新的翻译，我想是应该欢喜的代志。特别是咱是台语的这个母语，伫要衰微的时，这个工作是有母语复兴运动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对这个这阵在义工的工作是真感谢的所在，特别是林俊玉长老多年这几年，伊伫安尼努力在做。有得到萧牧师甲个几啊位牧师的特别的赞同，甲指导，有语言学家的参与，会当用这个叫做网络来作业，最后佫有得到真侪义工来参加做，所以实在是会使讲共同做出来的这个工作。名义是全民，所以这个工作。空中，变做讲大家来参加做，因为这是拄好开始啦，定，还佫大做工课真济，毋那是这个教育的部分，无伫遐若佫讲起来，佫较快，台语用较快的这个解说来讲起来，会使。包括客语，会使包括原住民的语言，才会拢伫即个工作会当佫推行伫个。所以即个工作的开始是即马来定，还佫真济工作来做。新旧约的圣经的汉罗版，大概即个年尾就会当出来的。希望这个工作，大家会当得到大家的赞同，会当讲教会界来支持，来变做一个全民的这个运动，就互这个咱的圣经，这圣经是。世界的这个叫做经典，毋那是教会内底，大众拢会当讲有机会来读的这个册。
愿上帝的祝福下面，这个工作会当讲顺利进行。多谢，多谢各位。